苦路14站，第10站，兵丁分取耶穌的衣服。耶穌被羅馬兵丁剝奪衣服嘅嗰刻，佢充滿咗無法言喻嘅痛苦同埋羞辱。佢經歷到前所未有嘅屈辱，一切嘅尊嚴都被奪去。每一件衣服嘅脫落，仿佛都喺度揭示住耶穌嘅脆弱同埋孤獨。佢嘅全身沾滿咗血跡同埋灰塵，佢嘅身體喺重重嘅摧殘之下被暴露。喺嗰一刻，佢完全失去咗所有遮掩自己尊嚴嘅衣服，只係剩低嗰個沉重嘅十字架喺佢嘅身邊，象徵住即將來臨嘅死亡。佢完全赤裸，經歷極大嘅羞辱，但係仍然甘願承擔世人嘅罪。呢一個應驗咗詩篇22篇18節嘅預言：他們分我的外衣，為我的內衣抽籤。耶穌身上嘅衣物全被奪去，象徵住佢完全將自己交託俾天父，毫無保留地為我哋捨棄一切。我哋會唔會亦都願意將生命嘅一切交託俾神，唔再捉緊俗世嘅事物？兵丁們喺耶穌受苦嘅時候，只係關心自己嘅利益。佢哋喺耶穌腳下面抽籤，對佢嘅痛苦毫無感覺。呢一個情景提醒我哋有冇曾經喺人哋傷痛嘅時候，亦都表現得冷漠無情，關心自己嘅得失多過他人嘅需要呢？耶穌被剝奪衣物，使我哋能夠穿上義袍，就正如以賽亞書61章10節咁樣預言：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，我的心因神喜樂，因他以拯救為衣給我穿上，以公義為外袍給我披上，好像新郎戴上華冠，又如新娘佩戴首飾。呢一節嘅經文表達咗一種極大嘅喜樂，因為神已經為佢嘅子民預備咗救恩同埋公義。呢個正正同耶穌被剝奪衣物形成鮮明嘅對比。耶穌承受屈辱，使我哋能夠披上公義嘅外袍，得以喺神嘅面前站立，使我哋得着榮耀。當我哋思想呢一幕嘅時候，有冇更深體會到耶穌嘅愛，並且學習以愛遮蓋別人嘅軟弱同埋需要呢？當我哋回望呢一刻，無論係痛苦或者羞辱，耶穌都冇退避，無怨無悔，甘願為我哋走完呢一條苦路。呢一份愛係有幾咁高深同埋無私。當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，讓我哋唔好忘記耶穌喺十字架上嘅呢一刻，並從佢犧牲嘅愛裏面得到力量，繼續走喺信仰嘅道路上。